大家好啊！大家會唔會覺得啲殘疾員工唔中意做嘢，佢哋懶惰又易辭職呢？係咪真嘅呢？我哋通過 David 嘅故仔了解下真相。David 係一個視障人士，佢喺青少年時期因為病失去咗視力，佢經常俾人標籤為唔投入工作，因為佢喺2年入面轉咗3份工，但其實背後嘅真相係佢每日返工都要面對好多不為人知嘅障礙。David 嘅人生同好多殘疾人士一樣，充滿挑戰。佢屋企係一個小康之家，所有人都要返全職工，先至夠錢供自住嘅樓。佢哋請唔起外傭幫手做家務，更加唔使講接佢返放工。因為經常轉工， David 冇乜積蓄，每次揾新工都要等好耐。呢啲等待期間令佢長期處於社交孤立。佢揀工時俾人話揀飲擇食，但其實有2個原因。一係之前嘅唔愉快經歷，佢過去嘅工作經驗多數唔好；二係經濟需要，任何一份花費大嘅工作都會影響佢屋企供樓同基本嘅生活質素。David 嘅第一份工，最近嘅巴士站要行20分鐘先到，仲冇盲人引路徑。咁行過嚟，盲人道都冇，真係好辛苦啊！喺繁忙時間，佢差啲俾單車同汽車撞到好幾次，搞到佢好驚，最後要辭工。老豆、阿媽，我想 call 的士返工啊！原來搭巴士條路有啲崎嶇，有好幾次我差啲出事啊！但係的士錢好金喎，我哋慳得就慳啦。不如我哋幫你申請隻導盲犬啦，咁你出入都穩陣啲啊。David 同屋企人傾過之後，決定申請一隻導盲犬。過咗半年，佢終於有咗導盲犬，揾到第2份工。本來一切好似幾順利，但公司換咗新資訊系統，呢個系統同佢嘅屏幕閱讀軟件唔兼容。佢要求公司跟進，公司冇辦法處理，佢做唔到基本工作，最後又要辭職。第3份工，工作本身係幾好，但導盲犬病咗，唔能夠為佢返工時引路，而佢嘅人工又唔夠搭的士，冇安全嘅交通方式，佢返唔到工，又要辭職。而家佢第4份工， David 終於做得好好，因為新僱主投資咗無障礙軟件，仲提供咗辦公室嘅定向同移動訓練，工作地點有可靠嘅公共交通同合適嘅盲人引路徑。佢嘅工作效率大增，唔係因為佢突然唔懶惰，而係障礙被移除咗，仲有咗適當嘅支援。David 嘅故仔先講到呢度，大家睇完呢個故仔後，仲會唔會覺得有啲殘疾員工唔中意工作，佢哋既懶惰又容易辭職咩？事實係，好多殘疾人士一直俾社會排斥，佢哋留喺份工嘅意願受咗好多障礙影響，包括工作地方嘅實質同心理障礙、家庭嘅社經地位、缺乏職場支援、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嘅資源不足、之前嘅唔愉快工作經歷、長時間嘅社交孤立同家中復康，導致工作經驗同人際關係有斷層，以及其他更多因素。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，人類嘅需求由低到高分咗幾個層次：生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愛同歸屬感、自尊、自我實現。對好多殘疾人士嚟講，因為資源不足，佢哋好多時被困喺最底層嘅生理需要，例如食物、住屋、醫療同安全需要，例如經濟穩定、健康保障。呢啲基本需要如果得唔到滿足，佢哋根本無可能有精力去追求更高層次嘅目標。試諗下，殘疾人士好似 David 咁，佢哋可能要面對額外嘅醫療開支、交通費用，甚至連基本嘅生活開支都可能因為低收入而變得好吃力。當一份工連基本嘅生理同安全需要都滿足唔到，佢哋點會有心力去投入工作呢？我哋不如反思一下，
當我哋見到一個殘疾人士離職時，有幾多時會諗佢哋可能面對緊嘅不為人知嘅障礙呢？作為僱主，我哋應該點樣識別殘疾人士面對嘅不為人知嘅障礙，並且盡量減輕呢啲障礙呢？作為僱主，我哋應該點樣用同理心去肯定呢啲殘疾員工嘅努力，而唔係指責殘疾人士成日轉工呢？請喺評論區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嘅睇法同經歷，一齊探討。